你有冇諗過如意呢兩個字係咩意思啊？我翻書嘅時候先知道，原來古人講嘅如意呢係隨心所欲，無不如意。大家注意啦，唔係人哋俾你嘅如意，係自己隨心所欲。換句話講，如意唔係叫你去許願，係要你自己呢首先要活得明白，凡事先可以隨你所意。咁亦有人問，點解如意嘅造型呢？就係嗰個彎彎嘅頭，好似靈芝咁樣。最早嘅如意呢，其實就係古時候啲人用嘅拗痕棒。而家好多老人家仲叫不求人，我哋背脊拗唔到痕嘅時候，就用佢啱啱好，就可以如我哋所願。你話呢個係咪好簡單嘅道理？後來到咗朝廷，皇帝就將如意賜俾大臣，大概意思就係話你做事我放心。再後來走入民間，就到最高規格嘅祝福同埋期許。結婚送如意，祝你婚姻稱心；逢年過節送如意，祝你諸事順遂。而我自己最深刻嘅一句祝福話就係阿媽送俾個女出嫁嘅時候送如意，就係要講俾個女聽，往後嘅路要按你自己嘅心意走。你睇如意呢，就係講嘅兩件事：一，身體好，活得長，好似靈芝咁長生不老；第二，心要定，活得順，長壽加順心，先係一件如意最完整嘅祝福。呢個年代咩都要快，快啲，快啲，再快啲。如意帶喺身上，就係你時刻同自己講，凡事唔好急，先如自己嘅意。活得明白嘅人，先配得上戴一件靚靚嘅如意。願你往後不用求人，亦可萬事如意。如果大家中意如意呢個題材嘅，不妨同錢錢交流一下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午茶。